咁啊犀利啦！大家如果有睇到廿號新聞有啲人呢個嘅乜嘢聲援喎，內地人聲援呢個嘅香港喎，佔中喎危險喎！香港成為呢個嘅反動嘅橋頭堡啦喎肯定係同呢個嘅歐美呢啲咁樣嘅歐美勢力勾結要呢個嘅分裂呢個祖國策反共產黨，反黨反革命所以我都好同意，佔中絕對係反黨反革命應該抌原子彈殺晒所有香港人。唔係喎，其實唔係抌原子彈去北京殺北京啲人，跟住成個中國每一個喺大城市抌晒原子彈，全部人死晒啦，咁冇人反黨反革命啦，係咪？咁啊最好。人都冇啦，咁咪唔會有人反黨反革命咯，係咪？呢個最好嘅方法。咁當然啦，呢啲係真係狗噏嘅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如果大家睇翻人民日報、人民日報啦，咁佢講咗好多日呢個佔中㗎啦，咁樣講埋乜廢話嘅就話呢個叫民主選舉唔會一步登天啊嘛，呢叫一步登天咧，係即係好搞笑咯！呢個叫乜鬼共產黨佢啲咁樣嘅老毛啲咁樣嘅理論嗰啲，咁佢都話有一步登天㗎，一夜可以跳過咗呢個嘅，即係跳過咗呢個嘅呢個嘅即係中產嗰個階段啦，咁可以即刻呢啲成班窮 L 都可以咧即刻嚟呢個嘅呢個嘅共產可以實踐呢個共產主義社會跳過咗呢啲咁樣嘅賺錢先有一部分人富起嚟嗰啲咁嘅階段。咁所以咧，共產黨講啲嘢咧，全部都廢話嚟啊！呢啲係常識咁樣共產黨冇實行過民主，雖然佢係永遠都口講民主喺呢個嘅奪取政權之前，但係佢都冇實行過民主，所以佢講嘅嘢都係廢話嚟嘅，都係冇意義嘅。所以任何人都係話共產黨唔係喎，共產黨話要呢個嘅即係呢個民主唔可以呢個嘅乜嘢咁樣，你真係你同呢條咁樣嘅比喻呢條友同你講游水要循序漸進，仆你個街條友都冇游 Q 水，你同我講話游水係要循序漸進食蕉你，所以呢啲全部都揾笨，根本就呃人嘅。咁係啦，咁好得意啦，即係共產黨喺度講民主呢啲咁嘅嘢。咁我不得不做我最中意嘅名句分享啦。咁今日名句分享有兩句嘅咁樣，即係要清一清嗰個嘅喉先得，因為呢一個人咧，呢個堅抽啊呢條友。有人說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和污蔑。共產黨作為民主的勢力，願意為大多數人民、為老百姓服務，為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權而奮鬥。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否選舉自己所意願的人來管理自己的事情，共產黨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管理。共產黨並不願意包攬政府，也是包辦不了的。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劉少奇1940年。咁順手講埋另一個咁呢個都堅抽呢個又係啲勁人嚟，叫陸定一種是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嘅鋼刀。嗰啲記者是專為專制主義者服務的，
其任務就是造謠、造謠、再造謠陸定一咧1946年嘅所以共產黨幾偉大偉大在於佢呢個嘅自打嘴巴呢個嘅講大話冇誠信，佢真係認咗第二冇人敢認第一。好啦，今日講到呢一度啦。